我嘅新歌《無法同步》，咁咧呢一首歌咧係我同我嘅 music label L Music 嘅老細兼監製 Brian 一齊填詞作曲啦。咁呢一首歌咧係想講一對情侶缺乏咗內心嘅一啲心靈嘅交流啦，同埋寄託啦，去到慢慢冇辦法同步啦。咁咧希望大家聽完一首歌中意嘅話咧，可以 follow 我嘅 IG 啦。我嘅 IG 係 Yuna_張，或者可以喺 YouTube 度 search Yuna 張韻儀，咁咧都可以睇到我嘅4首派台作品啦，同埋我一個新歌無法同步嘅 MV 啦。Yuna 張韻儀，咁我係上年年中出道嘅 singer-songwriter。